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一般肩痛呢，我们会想到五十肩，那脚麻呢，就想到坐骨神经痛。当然，这个坐骨神经痛，因为这个空巴空孔让大家都不陌生。但究竟它的症状如何，怎么造成的，又有什么微创的新疗法，我们今天都要一一来跟大家分享。现场为大家邀请到成大医院骨科部林正立医师，那么有请林医师先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骨科部林正立医师，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成大医院健康电视讲座。欢迎林医师哦，医师，我们今天谈这个脊髓内视镜来治疗坐骨神经痛之前，当然先了解一下坐骨神经的位置在哪里。好的，那所谓的坐骨神经呢，其实它就是从我们腰椎出来的神经。那这个神经的分布，它就一路从腰椎出来之后，会到我们的臀部，那到大腿、到小腿，甚至到我们的脚的地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坐骨神经分布的一个位置。是，但我想说，对于有这个腰酸背痛的人来说，很多都是因为长期坐姿不正确哦，他慢慢就觉得怎么做好像都不太舒服，有可能就是长期的压迫哦。所以到底什么是坐骨神经痛？好的。那所谓的坐骨神经痛呢，顾名思义就是说我刚刚跟各位观众介绍说，它的神经是从腰椎出来，一路到我们的脚去。对。那当我们的不管是姿势不正确，或者是说我们的工作啦等等，它造成我们腰椎的一些疾病。那譬如说我们常听到说长骨刺，那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变，造成这个神经的压迫，那它就会产生所谓坐骨神经痛的症状。是。所以我了解到坐骨神经它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种病因嘛，对不对？而且就我了解，这个坐骨神经它是体内最长的神经哦，所以一旦疼痛这个范围也是很大。那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没有错，这个坐骨神经它坐骨神经痛它不能说是一种疾病，因为它是一个通称俗称，所以大家有时候在广告上会听到说坐骨神经痛等等这些。那它基本上它会造成坐骨神经痛的疾病有很多种。它只要是在我刚刚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只要在腰椎的地方它产生的病变，不管是椎间盘突出、骨刺等等各式各样的疾病，它只要压到这个神经，它就产生坐骨神经痛。那它主要的症状呢，因为大家有听过它坐骨神经痛脚痛、脚麻，或者有人酸等等，这些都是可能的一些症状。所以有些人痛到真的没办法走路吗？真的有的，我的病人有的很严重的，他甚至来看门诊的时候是要用那种躺床推进诊间，他痛到完全没办法站立，没办法走路。而且通常他是单一只脚的症状开始吗？还是说双脚都会？就这个坐骨神经痛，因为我们的神经从腰椎出来，它会分左右两边往我们的脚去，所以这个就跟压迫的时候它的位置关系很大。如果说它压到的是一侧的神经，那它可能就是单侧的症状。但是有时候这种病变它很有趣，它可能压到的是两边的神经都压迫，那这时候就会产生双侧的症状。或者有些讲说是在走路过程或者在弯腰的过程，他可能会觉得很疼痛，但是如果躺下来，他就会觉得比较舒缓，是这样吗？对，这个是可能的症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直立的时候，我们的脊椎要承受我们的体重，所以当你脊椎承受体重，它会有一个往下压迫的力量。那这个压迫的力量可能就加深了这个神经的压迫，所以症状会更严重。那当你躺下来休息的时候，身体平躺，它不受力，也许这个状况就会改善。OK。好，那我们谈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坐骨神经痛。当然，除了这个老化、退化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或者是这个高风险的族群呢？跟我们详细谈一下。好的，那当然老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都是因为老化的原因，它产生的一些我们讲的骨刺啦、病变啊、退化等等，它造成神经压迫。但是坐骨神经痛它不一定只发生在老年的族群身上有时候譬如说年轻人你可能用力搬东西工作的时候用力的姿势不对那产生的椎间盘突出椎间盘指的就是在我们脊椎里面一个像软骨一样的构造，它可以提供我们脊椎活动
那等等的这些功能。可是当你有时候突然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量，造成这个我们讲椎间盘破裂，椎间盘破掉之后，它里面像软骨的构造，它就跑出来了。我们讲就是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是。那这个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它如果压到我们的神经，那也会产生坐骨神经痛的症状。是。你刚刚提到这个姿势不正确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才可能比较姿势不正确？譬如说，有的人他的工作他譬如说他工作要常常弯腰把一个东西搬起来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你偶尔做1-2次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每天都要这样做，经年累月，它可能就对我们的脊椎或椎间盘产生一个伤害，那可能就发生这些问题。那另外体重过重人好像也是对这个脊椎负荷非常大没有错，因为体重过重的话，就等于说你只要除了躺的时间以外，你只要直立或者坐着的时候，你的脊椎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力量。那在这种长期脊椎受力比较大的情况，它也可能对我们的脊椎产生一些伤害。那另外提到有就是运动伤害的部分，这部分也是要特别小心。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运动，当然运动是很好，对我们的健康帮助很大。对。那可是如果说造成伤害，那就不好了，就没有达到它原来的目的，反而产生一些问题。那在脊椎的问题的话，有时候譬如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姿势不正确，或者是说一个突然用力过猛那它可能就对脊椎产生一些伤害。那这些伤害这些病变如果压到神经，就会产生所谓的坐骨神经痛。是，了解。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是后天的，不管是劳动运动或者姿势不良造成的引起的那特别哪一些疾病会造成坐骨神经？那刚刚医生提到这个是椎间盘突出嘛？是。那常见的一些疾病如果是在年轻人，他不是因为退化老化的问题，那最常见大概就是椎间盘突出。是。那我刚跟各位观众介绍，就是说椎间盘它是我们脊椎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构造，它像软骨一样，让我们的脊椎是可以产生一些活动动作。是。那只是说如果不管是用力不当，或者是说姿势不良，造成它的一个伤害，它突出之后就压到神经。那这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其他一些疾病的话，如果是在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长辈他们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长期工作、劳动等等，那在脊椎的地方大家常听过就是长骨刺。那什么是骨刺呢？其实骨刺指的就是增生的骨头。那因为在这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他们年轻的时候长期也需要劳动工作，那我们脊椎受力多的时候，其实它本来的原意是好的，我们脊椎希望长出更多的骨头去承受这些工作、这些劳动。对。只是说，当这些增生的骨头如果它长的位置不对，刚好长的位置去压到神经，那就会产生坐骨神经痛的症状。是。那另外当然不乐见，就是有可能会是这个肿瘤或是感染造成的，对，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是有可能。它，比如说你脊椎发生了感染，那这个感染的原因很多，譬如说你身体有一些伤口，或者是说你去拔牙等等的，身体有一些伤口。那在我们身体如果免疫力不好的时候，伤口细菌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那这个血液一路跑到脊椎的话，在脊椎产生感染，这就是我们称的脊椎的感染。是。那另外肿瘤的话，譬如说现在很多这种大家闻癌色变嘛，这个如果不管是身体哪个部位发生了肿瘤，它如果转移到我们的脊椎去，那感染肿瘤这些状况，它可能在我们的脊椎地方造成神经的压迫，它一样会有坐骨神经痛的症状。那一种是椎管狭窄症，这个好像比较陌生，跟大家说明一下。好的，那椎管狭窄症大家可能听起来这个医学术语比较陌生一点，但事实上在我们脊椎外科目前的临床处理上，很多病人都是因为椎管狭窄来就医。那什么是椎管狭窄？它指的就是说，当我们的脊椎在年纪比较大之后，它的一些组织的增生，里面包括骨头、软骨，甚至一些韧带组织的增生。那让所谓的椎管是指我们脊椎里面神经的一个神经柱的房子一个空间。那当你的组织增生的时候，这个房子的空间变小，里面的神经就受到压迫。那受到压迫之后，就会产生坐骨神经痛的这些症状。是，我想不管是坐骨神经痛是这个长者或者运动伤害或者体重过重等风险造成那国人罹患这个情形算是很常见吗？坐骨神经痛在目前我们骨科或者是脊椎外科的门诊算是非常多的，常常在处理的一个问题。那它的发生原因当然很多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观众介绍的。所以
当你产生的这些脚痛啊、脚麻、脚酸，那如果经过休息一段时间还是都没有改善，那你就要怀疑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坐骨神经痛，那就要去想想看，甚至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是不是有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问题。那另外在诊断部分，当然除了根据病史跟症状之外，有需要什么额外的一个仪器检查才确诊吗？当你有这样的症状医师他会从你的病史，然后当然配合一些理学检查，心中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跟想法。那当然现在医疗很进步，除了这个病史跟理学检查以外，我们还可以透过很多仪器的检查，包括像X 光片，包括像核磁共振，会更加的确认你的问题。好，那我想医生根据这样的诊断，确定是坐骨神经痛之后，如何进一步来进行治疗？对，就是如同刚刚说的，这个坐骨神经痛一旦发生了之后，其实是蛮困扰病人的。那病人因为这些症状，它影响到他的生活啦、工作等等。那所以治疗上就很重要。那在治疗上大概主要分成2大类，第一大类就是非手术的治疗，那另外一大类是手术的治疗。那基本上如果说病人不要产生一些太危急的症状，我所谓太危急的症状，譬如说他脚不会动了，他的大小便失禁了，这种很危急的状况，这种可能就要赶快进入到手术治疗的方式。那如果我们没有产生这么危急的状况，它可能是酸痛麻，那也许我们可以先尝试非手术的治疗方式。那非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像药物、复健，还有现在一些注射的方式，我们把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直接注射到你的神经周围去，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药物部分，特别是这个肌肉松弛，或是像类固醇之类，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效果吗？在这个药物治疗上，我们会分成几大类。第一大类当然就是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因为病人主要的症状是疼痛不舒服，那我们会使用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那另外肌肉松弛剂也可以让你的肌肉、让你的组织比较放松，对于症状的缓解也有帮助。那在比较急性疼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使用一些类固醇，包括口服的或者是注射的方式。那当然大家听到类固醇都会比较担心，因为担心一些使用类固醇的副作用。对，我想各位观众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不过基本上在专业医师的短期的使用类固醇，它不但效果好，而且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副作用。那一般如果他自己觉得说用热敷啊、冰敷这个来交替使用是有效果的。如果疼痛的时候，冰敷、热敷其实都会有帮助。那它的效果在哪边？如果说是冰敷的话，它可以让我们一些发炎的组织减少它发炎的状况，那所以对疼痛会改善。那热敷的话，我建议是在急性期过后，比较到急性期过后，疼痛有减缓的时候，我们利用热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组织进一步的放松，那对于症状的缓解都有帮助。那需要特别进行一些物理治疗或者复健之类的吗？这个都是属于非手术治疗的部分哈。那药物，那另外就是复健、物理治疗这些，透过专业的复健科医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的协助，对于这些症状都能够有一定的帮助。那类似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断术，这个又是什么？好的，那我特别再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神经阻断术。神经阻断术的原理就是说，因为你的症状产生是因为神经被压迫，产生症状。那我们口服的药物，它透过口服之后，它当然会药物浓度会在我们局部产生作用，可是它的浓度没办法很高，所以如果你的疼痛很剧烈的时候，神经阻断术的方式是，它是把一些包括类固醇或者是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直接注射到神经的周围。那所以它可以在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浓度的作用，那对于急性疼痛的缓解效果是蛮好的。所以一般保守治疗，如果说它大概疗程要多久，我们才确定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效果，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进行这个手术呢？如果说病人产生了坐骨神经痛这样的症状，一开始不要产生危急的情况，我们建议先使用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一般可以建议4到6周，看看反应怎么样。那如果说你的症状是逐渐在缓解，那也可以继续这个保守治疗的疗程。但是如果你的情况是在保守治疗过程中并没有缓解，甚至更加的疼痛不舒服，或者是产生一些严重的症状，那这时候你可能要跟医师讨论一下手术治疗的可行性。那种痛是真的非常的痛吗？就是用药物也没办法做舒缓，还是说打那个类固醇也没办法舒缓？是有这种状况吗？
在这个疼痛的情况，其实每个人的疾病的情况不一样。第一个感受不一样，第一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可能也不一样。那事实上也有遇过的病人，他来了，他就跟我说，林医师能不能尽快帮我处理？因为我已经痛到3天都没办法睡觉了。所以事实上严重的疼痛是可能痛到这种情况。那当然你的情况如果不是这么严重的话，那当然可以再继续保守治疗一段时间。是。好，那我想，当然一旦这个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就只好朝向这个手术哦。不过提到这个开刀，很多人就开始会怕，特别是老一辈听到这个椎骨啦、连骨被开刀哈，就是宁愿痛也不要。所以这种传统的手术有这么可怕，不被信任吗？脊椎手术基本上大家听到都非常的担心害怕。在门诊我想只要病人我们一跟他谈到说你这个可能需要手术爱开刀，大家都很担心。那不过呢，现在大家可以比较放心的就是说，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事实上医疗的技术也进步很多。那脊椎手术对我们脊椎科医师来讲，现在已经是一个常规的手术，每个礼拜都在进行的手术，所以它的安全性跟以往比起来已经提升非常多。所以如果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治疗，好的手术方式，那基本上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是。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因为坐骨神经被压迫哈，其实这个脊椎手术利用微创内视镜已经是一种新的选择哦。那请医生帮我们说明一下，什么是这个脊椎内视镜的手术？所谓的脊椎内视镜手术是一个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个手术方式。那会有这种手术的发展，其实也是因为科技的进步。现在这个不管是影像光学系统或者是手术器械的进步，所以以往传统大家听到脊椎手术要在背部画一个很大的伤口，然后进去做手术，那又担心神经损伤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大家都非常担心。那这个内视镜手术，我们利用这些特殊的器械，事实上只要一个不到1公分的伤口，然后我们把这个内视镜放到你的脊椎里面去，然后利用特殊的这些器械，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样子的手术。所以它这个手术跟传统比较起来，到底是哪些的差异？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它的伤口就比传统来讲就小很多。那这样小的伤口对于身体的负担一定也可以比较小嘛。尤其现在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长辈，你要他做一个大的手术，病人担心，家属担心，事实上医生也很担心。对，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透过一个微创比较小的伤口、比较小的切口去做这个手术，对病人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他身体负担小，伤口小，复原也快，住院时间也短。那当然手术中失血量也比较少，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好处。OK， 所以这样手术会特别适用在哪些的患者身上？坐骨神经痛它是一个症状，那它的原因就是在脊椎的地方有压迫，它的压迫可能是椎间盘突出，可能是骨刺，甚至是感染等等。那基本上现在这些的状况，只要经过评估合适的话，都有可能可以使用脊椎内视镜手术来做处理。是，所以真的要找比较专业，然后有信任的医师来去跟讨论哈，就选择要什么样的一个手术方式对你是最有适合的哈。那我想说，这样的发展在国内外是已经算是一种主流，还是说有特别更进一步的一个治疗方式？这个脊椎微创内视镜手术大概在过去这20年，在全世界都发展得非常好。那它不管是在亚洲、在欧洲、在北美，现在大家都是成为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方式，而且是蓬勃在发展当中。是。那我想说，有听过一个坐骨神经痛，如果说到压迫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所谓震波的方式？震波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利用一个物理性的能量去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但是如果说今天你造成你坐骨神经痛，它是一个实质的，譬如说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说它是长骨刺，这些一个实质的压迫，那就要看看这个能量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压迫的组织把它消除掉。那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震波可能症状上会改善，但是不一定真的能够把这些压迫的情况完全解除。好，那我想谈一下这个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个麻醉的方式，我想也是很多患者很关心的问题哦。
那这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当要接受手术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一个大家都要去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他的心脏不好，或者是说他身体有多重的慢性病，那这时候你如果要接受一个全身麻醉，甚至一个比较大的手术，那对这些长辈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现在的内视镜手术，甚至已经发展到说，在某一些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所谓的椎间孔镜，它的做法就是说，这个内视镜是透过神经脊椎的一个椎间孔，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内视镜放进去就可以做手术。那如果是这个椎间孔镜的手术，它是局部麻醉就可以做了。甚至不需要全身麻醉，所以对这些年纪大的长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你不用接受全身麻醉，可以减少麻醉的风险。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他既然伤口少，然后住院时间又短，所以他可以在门诊进行来说，还是需要住院治疗。在国外有些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所以在国外有一些他们确实是进行门诊手术。那在台湾因为目前的状况底下，我们还是会让病人住院1-2天，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我们住院1-2天，观察一下他的状况，稳定的再出院，这样会比较安心。OK， 好。那我想，当然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跟并发症。那我想这个脊椎微创术当然不例外，而且听说它的挑战性也比较高，是不是？这个是脊椎微创内视镜手术，是这几年发展的新的技术。那它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有很多的好处。不过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的是，所有的手术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对，好，那特别是脊椎内视镜手术，因为它的操作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伤口，所以你的手术视野相对比较小。不过因为这个特殊的器械跟这些影像系统，它其实是让我们的神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如果说在一个技术熟练的脊椎科医师操作底下，事实上这个风险反而是比传统手术会更低的，那也可以减少伤口感染、神经损伤的机会。不过因为是在比较小的伤口下去操作，所以它的难度会比较高。那有时候手术时间甚至比传统手术来得长，这是它可能的一些风险或并发症。所以很长是大概多长？譬如说我以传统手术，假设它是2个小时，那如果在技术纯熟的状况底下，我们用内视镜手术去做，大概也是2个小时内可以完成。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病灶，譬如说它这个压迫的位置特别的奇怪它就需要花时间去处理的话，那有时候时间可能会到3个小时、4个小时。了解。那术后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包括这个居家生活有什么需要做调整？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会产生坐骨神经痛的症状有一些危险因子，包括说像体重比较重所以当医生帮你手术处理完你的问题之后你自己的体重控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必须要努力去减轻自己的体重。那另外我们刚刚有强调说，当你的姿势不好，或者是说你的工作要长期弯腰搬重物，这些都是可能产生坐骨神经痛的一些危险因子。那这个在未来你这次的问题解决之后，长期来讲都必须要去重视这些问题，那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刚刚提到这个手术的一个风险跟这个并发症，我突然想到说，你们在执行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觉得它是难度非常高，然后觉得需要很大的一个挑战的那个挑战力的吗？在手术前，我们因为有一些影像的检查，包括说X 光、核磁共振，所以基本上在手术之前，我们就会有一个手术的计划。那当然，确实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挑战，对，有时候你有一个计划，可是手术中可能有一些突发状况，那这时候就是得要依靠医师的经验跟临场的一些判断去解决这些问题。好，那我们刚刚回到刚刚这个术后的一个状况，我们需要做哪些的运动或者什么，会觉得对患者会有这个加成的帮助？脊椎是我们身体承重的一个构造，它要应付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它支撑我们的上半身。那当你的脊椎产生了一些病变，甚至需要手术治疗的时候，那表示说它的承重能力或者是它的强度已经受到一些影响。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在努力的就是去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所谓的核心肌群包括我们下背部的肌肉，还有我们的腹肌。那当我们把这些肌肉的力量训练得更好的时候，它就可以减少我们脊椎的负担避免未来一些新的病变的产生。但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做太过激烈的运动哦，还是要多做一些伸展舒缓的运动，对不对？没有错，就是所有的运动你也一定要有适当的热身伸展之后再去做训练，以免我们刚刚讲的没有达到运动的好处，反而造成一些伤害。有些人是觉得说他因为怕痛，所以少动，这个观念也是要改变的。怕痛少动的这个观念，我跟各位观众做一个说明是这样子，就是说，假设你在一个急性期疼痛的时候，确实应该要休息。是因为疼痛是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讯号，它可能有一些发炎，有一些状况。那这时候你疼痛的时候没有休息，它可能疼痛就不会好，甚至更严重。但是当你的疼痛改善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鼓励病人可以多做运动，那这样长期来讲对健康是好的。是，也是避免长期做同一个姿势，然后这个姿势上面的改变调整，可能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确实很重要。比如说，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家工作可能要久坐，对，那或者是说你是使用电脑、文书等等，一坐可能就是2个小时、3个小时。那这种情况，我会建议各位观众朋友，你做了20分钟、30分钟，你就起来2-3分钟伸展一下，然后再继续你的工作。那这样其实对你的脊椎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接下来我想请医生帮我们透过一些实际案例来帮助大家对这个坐骨神经痛的相关症状跟治疗有更清楚的认识哦。我跟各位观众介绍的这个案例是一个33岁的一个吴小姐哈，她的工作是在南科那边工作。那其实她的身体蛮健康的，以往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对。那这次的状况就是说，她在半年前她工作的时候弯腰去拿个东西，那她那时候就觉得背部怪怪的那之后就开始产生下背痛的情况，那这个痛会一路延伸到他的大腿、小腿，这样一路痛下去，这个就很像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坐骨神经痛的症状。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一开始这个吴小姐她也以为可能只是拉伤了不舒服，休息看看会不会好。那结果她休息了一段时间，症状好像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她发现说，这个疼痛越来越不舒服，已经开始影响到她的生活跟工作。那所以她就到医院来寻求一些专业的医疗的诊断跟协助。那到医院之后，我们帮她从理学检查，从她的病史去了解之后，也进一步安排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那从核磁共振里面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说，她是在她的腰椎的地方有一个蛮厉害的椎间盘突出，那压迫她的神经。对。那当然一开始我们还是试着一些保守治疗的方式，包括说像药物啦、复健、休息等等，甚至也让这个病人去接受了我们所谓的神经阻断术。我们把这个类固醇消炎药物注射到他的这个压迫的神经周围。那一开始确实还是有一些效果，他的疼痛有一些缓解，不过好像没办法持续太久。那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核磁共振里面，它这个神经的压迫是蛮厉害的，所以经过保守治疗一段时间没办法改善之后，最后吴小姐还是决定接受手术治疗。那在手术上，我们就是使用这个最新的这个微创脊椎内视镜手术，在这个局部麻醉的情况底下，帮他把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取出。手术后，吴小姐的症状就马上获得缓解，那手术隔天就顺利的出院了。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实际案例。好，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坐骨神经痛，特别提到这个脊椎内视镜的微创手术，这样的选择也相对患者的一大福音哦。当然，每个人脊椎的疾病不尽相同，还是我们需要由专科医师来做详细的诊断，对症下药，才能够有好的诊断成果。那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的分享，也祝大家都平安健康，我们再会。再会。